喺1898年9月9號，契訶夫同莫斯科藝術劇院嘅劇組海鷗嘅人見面，而咁啱佢就喺嗰度同飾演妮娜嘅女演員奧爾加一見鍾情。嗰個時期嘅契訶夫已經對愛情同埋婚姻嘅睇法有所改變，佢明白到如果再唔把握今次嘅機會，佢好有可能會永遠失去呢一位佢心愛嘅女人。最終喺1901年嘅5月25日，佢哋喺莫斯科一間教堂低調咁完成咗婚禮。不過結咗婚之後，佢哋兩個人聚少離多。契訶夫因為肺結核，身體越嚟越虛弱，要留喺南方休養；而奧爾加就選擇留喺莫斯科，繼續佢嘅演員生活。兩個人分隔兩地，就只可以靠書信去維繫佢哋嘅感情。佢哋相識5年，結婚3年，信件就多達800幾封，濃濃嘅愛意都蘊藏喺字裏行間。契訶夫臨終前嘅最後一個生日，正正就係櫻桃園首演嘅當日。幸運嘅係，奧爾加嗰半年嚟都一路陪伴在側，就算係佢嘅最後一晚，都喺側邊照顧住佢。睇住佢好似 BB 仔咁，永遠咁瞓着。契訶夫話佢嘅生命中有3朵玫瑰，一朵係佢媽媽，一朵係佢妹妹，另一朵係佢嘅妻子。可見奧爾加喺佢生命中係幾咁重要。